大家好，我叫做彭振國，係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嘅院長。我哋今年神學院咧喺11月12號裏邊舉行一個開放日，俾弟兄姊妹嚟了解我哋神學院，了解我哋嘅設施，了解我哋嘅課程。同時呢個係一個嘅獻身研討日，特別歡迎咧弟兄姊妹帶住一個奉獻嘅心志嚟了解咩叫讀神學，同埋神學院係點樣教我哋嘅。我哋今年嘅主題叫做穩紮激流中，係因為我哋睇見其實香港嘅教會甚至係社會面對住好多嘅衝擊。我哋相信神要使用我哋神學院幫助弟兄姊妹，幫助教會面對住好多嘅洪流。所以咧，我哋有呢個開放日，我哋好歡迎你哋參加。詳細嘅內容咧可以參觀喺我哋嗰個嘅網頁，亦都咧歡迎弟兄姊妹，無論有冇奉獻嘅心志，可以咧嚟我哋神學院去認識我哋。